Hi，大家好，我係 Penny。喺灣仔告士打道六角酒店 La Menu 呢一個咧係季節限定嘅果樣花語下午茶自助餐，實在係太夢幻啦！主題咧係櫻花同埋熱情果，哇，靚到我都唔忍心食啊！一入到嚟咧，滿滿咧都係一個花語咁啊，仲好吸引添啊！自助餐台上面嘅選擇咧非常之多啊，唔淨止係甜品咁簡單。熱食嘅選擇啦都非常之精緻啊，仲有咁多特色嘅小食，香煎慢曹魚啦，仲有啦呢一個啦，牛角包啦、焗薯仔啦，等等等等嘅熱盤啦，簡直就係精彩。下午茶啦，食到飽，仲可以咁豪華，真係實在太誇張啦！除咗甜品之外啦，熱盤啦同樣啦都係咁精彩，包羅萬有啊！喺 La Menu 咧嘅下午茶自助餐咧，足足咧有4個鐘啦，1點至5點，基本上咧可以當做一個 late lunch 啦，或者係 early dinner，一次過滿足晒2餐啊，超高性價比啊！連茶飲啦都可以任飲，配上咧呢一個甜品咧，非常之 relax 同埋好配合噶。我咧特別中意咧食呢一個咧熱情果朱古力噶，仲有中式糖水滋潤養顏，真係好貼心啊！如果你都想享受一個輕鬆又夢幻抵食嘅下午茶咧，六角酒店呢度咧果樣花語下午茶自助餐，仲要係期間限定，快啲趁早 book 啦！記得俾心心，仲有 follow 同埋 share 我嘅頻道啊！下次見。